今天跟这个台中一个进要学的这个当中，那么跟修一般讲是要直接开始，咱是爱自我反省的这个能力，咱开始，咱情况咱是要学的当中。那么反省的本意呢，也就是讲呢，咱用外心。用外心上翻转性在主界这判掉一个一在一起，比如讲在讲咱每个人呢，有了这个规则的，一定呢拢爱改啦，但是呢，有时咱家己犯错呢，咱个唔知影，但是呢，别人呢，佫有时看势就唔好。因为呢，今日会当做修的啊，咱这是安尼就唔好。所以呢，你正讲呢，咱一定要爱反省的这个功夫，因为反省对对来讲是真对的。而且呢，有反省习惯的人呢，正堪称是一个行为。你若唔当反省，免得是。所以呢，我是会讲，就是讲咱会知影反省的人，正知影讲咱平时进修的这个点解。所以净空法师伊讲啦，我们时常讲开悟，记住所谓开悟呢，我讲第一件事，我来讲国语啦。国语讲无，国语讲无啦。是啊。时常讲的开悟，时常咧讲开悟，开悟啦，就是讲就是爱知影咱自己的规则，正当成讲开悟啦。因为呢，所以情况啊是，所以呢，咱会当呢，讲出自己的这个规则甲改正回来，这正是真正要做个事情啦。所以情况法师伊有讲啦，学会的这个东西呢，上重要，伊就是爱做这个早课加暗课。这早暗课这个功能，是讲眼睛来做听伊早课这用就是咧请咱自己，希望咱每一日伫这个处事，就是待人接物的时阵呢，嘛要记起佛的这个道理，爱身体力行啊，爱有真正的去做暗课呢，就是讲反省。咱今仔日对人、对事、对物有甚物呢是做正确的，有甚物做错误的，做对的呢，咱今仔日继续保持下去。若是做唔对的，咱今仔日一定爱改正。所以呢，爱自己智慧，自己改革。这正是呢，做早暗课的这个精神意义啦。所以这个反省对咱讲是真重要。现在呢，咱嘛在做早暗课，咱记得了是老师上来听道理，所以这个反省对咱讲非常重要。咱记得了这个道理，咱听道理是启发咱的思想。虽然当开悟，但是开悟呢，顿悟，咱老弟是点的顿悟，是讲那个修行那个所在呀。但是呢，咱呢，知影，但咱就必须
要对这个属性，因为咱无生无迄个亲戚囝，听归听，做归做，所以就讲咱安尼修学的拢较有进步是安尼。再来，咱第二项就讲既然呢，咱学是对咱反省开始啦，咱就讲咱反省啊，项目有偌济，第二咱就讲。因为咱要反省足济啦，咱第一点就讲咱练习这个反省啦，因为咱人的这个过去呢，往往言行比较较济，而靠的这个过去呢，较是有几步，果然是几条管咱正常这个过去，但是大部分呢，拢出自咱无小心啦。上了大义啊，也是固执己见嘛，所以呢，咱言语，因为言语就是咱人甲人，互相迄个沟通的这个功夫啦，咱若是善用钱呢，先可以呢，更明显啦。但是呢，不善用钱呢，可以使人呢心败如裂啦，所以是讲业中呢靠有数了解妄语语义可靠，现在我就讲一个这妄语，这个故事，妄语现在的故事啦，伊分得一些呢，迄个时阵呢，伊有对伊的这个教育主开始，这个妄语现在的故事。就是过去呢，有一个国家有500个这个免采保的这个生意人呢，因呢拢是做迄个采这个采这个保种的，有时呢对入海呢采这个挖采这个宝藏啊。你了保存了呢，因为呢，伊个是对水路起来，但是要大个时阵呢，因为水路呢时常发生到这个洪灾，所以汽水呢该有落地规定啊，有一日呢，经过了这个青山呢，这个山青山内底呢，太阳已经呢，就山有遐咧早伊咧遐。我这个山顶内底啊，山顶内底并约好呢，明仔载呢，大家呢，天一日转呢，就起电内底搬咯。但是第二日呢，这499个人呢，拢准时呢起床就准备就起田就是讲这个准备要出来。唯独一个呢，分了到3个，要咱来叫。所以讲这499个出来了，已经最足够啊，这个较清晰。伊了结果呢，因为你家己咧，伫这山中叫迷路去，毋知要哪去。而且呢，这个风势中伊也听袂出了这个山中啊。所以伊咧反过去，讲安尼变乱内底啊，伊也咧哀声叫苦时阵，非常伤心，因为伊厝呢都有这个有这个习惯所以非常的伤心我伊较早的时阵，我好但是这个山中的山呢，千里呢，在这个沾染相识。
3000年，这个张相似的看伊遐尔伤心的因为伊呢已经受了这台湾的这精华，1000年啊，所以呢，精通了这个人性，并且呢，变成了这个修行的1000年人讲成正，但是已经成神啊，对啦，咱有这个状况，所以呢，伊知影这个心理人呢，会这个解脱啦，所以就较深的要来做啦，面对了这个心理人讲你会使暂时住伫遮，住伫我遮，一切遮全部由我来提供啦。等到明年春天的时阵呢，天色变化了，有看着路的时，你哪看在这个时阵呢，这个迷路这个心理人听着了呢，伊非常的欢喜啊，因为伊厝内有风声啊，非常感恩着这个灾难相思这个情形啊，伊就住伫遐专业的春天来，已经是等到天色已经阴去落这个心理人就对这个修行讲，我伫这个困境中呢，受到这个打击，才会当保住这个生命啊！你会台湾改变呢？毋知影时阵，什么时阵才会当恢复对啦？你若打工，你也做什么名？因为这个修行本身毋难讲啦，但是咱苦苦来伊正讲我这个灾难这个相似对啦，但是我已经而且已经1000年啦对啦，已经成神啦，安尼啦。但是呢，我身躯会当200变啦，但是你嘛袂使当讲一下，你若当讲人间我做是咱这个财产就对啦。那么这时人讲对啦，我就讲对啦。但是呢，这个心理人用了呢，因为从当中，因为现在这个国王呢，不能讲一直到讨这个怪物，死有很多无效啦。后来呢，有就是民意来讲啊，只要你当找个真相似的这个树来换叶的遮你就好啦。所以这个讲听了就打什么讲落去，马上知影这个真谈相似的讲看比赛伊看出大个时阵，并且呢要注意清楚这个经营在好，而且呢要从帮助这个呢做太太的这个心理人，伊听着安尼了伊煞从这个情绪来讲的这个袂使人讲的这个事情呢，拢讲对啦，因为伊听了这个道理，了这个道理所以就讲见利忘义，所以伊就怎去当初这个修行打击的时候所以这条生命当我了，伊即摆煞无回去了，所以呢，讲着伊把这个行为要去做这个章相似当伊带到遐个时候，这有经看到，因为迄1000年的这修行足大，毋敢做啦。但是呢，这个修行来讲要紧，你迄个毋通像我的应用，对伊找但是你用迄你出了，你会从这个我的人的话，甲平安人互天的，你马上把它生起来，结果当为兵迄本人问因看着这修行有灵性安尼本人问就开始就是讲骗子
无伊吼伊袂当甲讲交代啊，吼，因为讲英语内面做错吼，伊拄仔错，伊就会较偏到，所以这是毋知影计错啊，但是呢，爱从迄个人的话甲怎样甲鼓励，伊错，这是伊马上就当袂吼，所以讲时间错了，这是讲挂的时阵，第一个迄个做。这个行李啦，算是名保护安全的对啦，这是呢就从伊这会带着本来过哩，伊会做个这伊迄个这点啊，结果伊马上都袂晓讲，所以呢，马上就都回到到底原来这网所以这个故事讲到这个时。讲到这个时，就对啦吼。这个阿人呢，听了这个故事了，伊就问佛陀啦，讲为什么这个生理人会忘本背义，违背了修行的这个定律呢？伊为了方向，伊做出了这个违背天理的这个事情。安尼呢是安尼安尼呢，佛陀来讲，佛陀就对阿人讲啦。讲以前吼，伫即个为社会的自世性的有爸仔囝三个，因老爸呢是奉行修五戒实现非常精进的人，按大后生呢嘛时常呢，分享来供养信奉的这个智慧，但是即个小囝呢，确实呢。真有趣啊！毋但礼敬三佛，而时常呢，将这个无清气的衫裤互带入这个香的这个顶面，所以这个大后生呢，就对这个这个小弟讲，你才会使安尼犯这个过错啦，因这个大兄咧管理小弟，小弟的夫妻对佛陀尊敬无迄所以教示伊了的。但是这囝听着了呢，规定呢无解决啦，并且呢恶声恶语的对大兄讲你也敢管我怎出来就要断你的这个，要断你的这个骹来消我心中这个这个怒气啦，但是这大汉囝呢，嘛听伫这小弟咧话了，伊嘛是起了迄愤怒的心，伊就讲我一直咧杀死了你这个做密闭的，你这个做极地就对啦，所以袂听伊来清楚，因老爸讲你若是插班，你头壳有够疼啦，这个疼，所以这因老爸是为了就是这个了这个道，因这个大兄呢，就是出去了这个修行，因小弟就出去了这个修行，所以就讲咱忘记先知，咱即句话咧讲的时，爱非常的学习呼吸，那么。迄个廉价呼吸，听起来但是这是忘了，所以就是忘了成灾啦。所以讲话时阵呢，定来做生意，是咱听着讲出，咱感觉无啥，但是毕竟每件的事袂当相信啦。咱讲安尼是无咱人听，讲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也感受无同，所以有以前讲啦。可依言及不依言者，即言信言不可依言及依其言为呢信言依者呢不信言也不信言。依者。
所以呢，伊呢讲可以不依其言信啊，不可以言只依其言信言啊，这信言的信言，一讲不信言，不信言，一讲，第二讲是指啊，是写在讲知啊。以前呢，不是对啦。哦，所以讲吼，有时咱咧讲话时，爱作这，咱会当人讲，可以的是讲，咱爱人讲的，但咱无人讲，咱就是信任。咱袂使人讲的，人讲，咱就是信任。像地价呢，不信任就不信任，是讲咱爱好了迄个用处。所以呢，咱咧学着规定，讲咱爱敬心的，咱讲话爱小心，咱行爱信，爱言行相顾，言过言过这呢就是呢第一点，这个是言语的这个关线。再来，给敌人风处的这个关线。今年咱拢知影，咱关系大个子的，但是有小个子的。接受咱呢，袂使忽略，袂使呢忽略了这个小这个规矩，因为起为用其端小为大之文袂使不以呢先孝而不为，不以恶孝而无之咱来怎样？咱发的这个规矩小，那讲。细汉呢，头咱大，头咱大。你细汉的时候，对细汉有代志，咱对伊之前就孝先得啦，所以咱若袂讲这个先孝而不为，恶孝而无之，因为先孝接杀先得啦，袂使讲先先犯。尤其咱讲爱自学一善，咱较早是用爱自学一善，有时咱当作啦，咱家己当讲欢喜，咱你爱自学一善，咱像大人私心安尼伊原本咱慢慢讲比较是这样，那咱现在讲现在这。我自是古来书文讲贤良虽孝，其心可喜其言可嘉。恶良虽孝，其心可诛，其言可骂。咱我自是的书文讲啦，这个贤良虽然讲非常的小啦，但其心可喜因为你有迄个贤心的，这个虽然不小，但迄很重视，你们这样做做些，若去做呢，这是会当呢，自然当赞扬对啦。若恶良虽小，恶事不做小事，比较讲细汉呢，头咱有咱就头咱其心可诛啦，可迄个我也是非常可怕，所以我来讲故事这个小的这个故事，过去这阿姨呢，伊性不是非常的坚持所以呢，因为开始呢，看到这个出家上呢，伊就呢，
下规单边内啊末表示对于这个分对出家上呢，即个敬重的即个，所以有时阵呢，即个依家伊这代志呢，大家斗阵呢自行啊，我去古的是小三年啊，即个国王呢，爱用呢，伊作想了明白，但是呢，佫看见讲伊这代志出来咧，伊若打拜这小三年时阵，感觉讲安尼面子拉不下来，所以呢，伊就歹势，我从这小三年大约边啊，迄巷仔内底，伊就对这小三年讲，讲请你们人讲，讲国王呢，迄个顶摆的啦，那么这小三年听了伊看边仔有人啊，伊就转咧人内底佫走出来，伊若讲讲伊讲一个小三年，转去迄个人内底佫走出来，所以这国王听了，伊若讲伊对于这个小三年无够尊重啊，因为这个国王伊对有教导，对和尚，而且庄严的礼拜，代表讲伊对佛有信心。了解，但是看见这个小的，这小三年，像这小三年，应该无什么分量吧，毋来讲是这小三年神通广大啊，伊会当证明你，了这个咱内底佫走出来，所以这点袂使轻视啊，所以可见讲有四种小会当轻视，第一。所以我就见讲有四种小，咱就是要珍惜。弥德是小，能够分享。就是话看迄个小三年，伊虽然是个小三年，但是会当来普渡，但是帮忙所以咱就是要珍惜小三年。他也不是小，因为他们是国之本，会当讲为了这个传统。用比较，这个来讲是现在的刚好让一些很大，让好的这个先最小的要求，这个位置它那种关键是要看你刚好移动跑动的时候，这么会，所以呢，这个就做环境交通。
看讲哪个个，但是我当讲吼，虽然哪叫会做到，伊讲啥物吼，但是吼，伊吼做信心，啊你喊做信心。像我嘛，咱也会心嘛，咱讲哦，这个你你感觉做好个，看伊咧前辈才吼，咱讲下尾去咱是哦，伊迄阵的即个嘛，感觉啊，是做好，是嘛，但是你另外一做是做啥种？来听好哩，但是听归听，因为听了，你无去做，你就无产生信心。但是你来听到你哦，只是体会知影迄原理，你爱去行，爱去做，就像做安尼。伊还袂来拜五祖，所以已经有见过，但是要来体证哦，共款。咱嘛是咱求得了，哦，咱求得了，咱来行道爱办道，哦，咱有去办有去行，有去做，咱较有所体悟。咱这样有体证，咱有体证了，咱才有持续到来。所以咱会使轻做欲轻人只有不同咱就是无定性因为你是讲你是嘛，即个重要，讲作简单啊，你做大家出去嘛是原理啦再来第三点就是观小的发现咱爱是上当方关主教咱听有所使用所以就是讲君主信中所相信的，毋是人性，而是天理咱每一个信仰的这个君主，咱个内心中所做的，毋是不只是单人性，而是讲咱做出来的要第二就是讲，君主口中所相信的，毋是人为，而是世道。因为咱口中所讲，毋是单只就是爱做的话，而且呢，爱做到互咱呢有一个像一个模样，榜样。第三是讲，君主心中所相信的，毋是规矩，而是真相。因为这个正人君主，日常生活当中，毋是干爱遵守规矩尔，规矩就是每项所爱遵，爱遵守的这个规矩尔。而且呢，做出来呢，比这君主呢，佫较爱像一个准绳大个模样安尼也是讲咱修道一定爱朝着一般的这个定范，爱做到一行呢可以为呢变世事，一行可以替他者，就是讲咱的一行爱像是咱这个模范所以呢就是爱观照，观是用为向为去观教就是观教，讲爱咱爱观主教，爱教咱家己，咱看着咱知影咱的本性就是观家，咱是讲知影的本性但是咱是反观咧，嘛是看外口的心这是咱的干力一些心的心咱上这当作是天命
因为咱每一个人伫即个世间过着呢，一定拢有啦，啊，即个生命意义呢，伊的所作所为拢是对的。而咱一般的即个平凡人呢，却是认为呢，伊所作所为拢感觉家己是对的，啊，即个过程的无心还的即个错误。无心的无心犯错有时罪啦，啊，明知故犯有时罪啦，一个大罪人是因为小过呢所累积而成的，啊，真正这个过程呢是有过程呢伫暗示自己的这个过程，迄才是真正这个过程。所以咱修行人得呢，一定爱认错，认错愈多，啊，咱的错愈少，啊，愈毋认错呢，错愈多，当然，认错呢，未必呢就是输啦，啊，即摆话按即个故事来讲，伫即个世上呢，有物件的即个历史啦，啊，即个历史呢，即个和尚呢。是安尼个吵吵闹闹逐日呢都互相的即个怨来怨去啦，啊心非常的痛苦啦，吵吵闹闹的，啊一流行即个即个和尚呢，因呢是呢确实一团和气啦，啊逐日呢满面的即个笑容，心非常足快乐的。所以这个家别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主持人刚刚提到，是安那，对于这个这历史的这些和尚，大家拢安尼和气，大家拢安尼，为什么这爱上快乐？啊，咱人开拢安尼这个历史大家斗来斗去的，所以呢，这个主持呢。有一个走去这个一流是，咧看到底伊是安怎甲伊咧好去，啊，逐个咧为什么啊？伊个太多安尼吵吵闹闹的，所以就是伊伫个时咧迁徙就发现一个和尚的地方，一个小沙弥地方合照去，啊，脚就倒啦，脚就倒了，因为就是内面一个咧路途开，路的是讲歹势，我只有了上当抓你了倒啦，但是你爱去过的这个地方毋是讲我毋对，因为原来是我讲内底咧路途开，内底即摆即个厝顶讲其实我毋对讲我毋对，我入来无注意无下做了这种冲动，是我家己搞倒的，所以心理拢所以家己是这个主持看了我感觉知影，因为恁拢是歹人，所以恁歹大家拢安尼和气，啊，阮遐大家是拢尽讲大家拢好人，伊也认为对，伊也认为对，所以大家才会承担。所以讲你是遇到这个唔对其实毋是正确，然后彼此用你有迄种人心当中，咱可能若做袂来，咱拢嘛想讲咱拢会感觉讲出差袂，但是呢，咱拢毋敢讲，咱无迄个勇气，所以现在咱面对拢有一个配合班，就是讲咱即边因所犯的这个过程，咱勇敢表达出来，咱面对都在犯啦。但是呢，咱人往往拢是安尼，犯了做迄个做了就差袂，差袂了就做。讲要学自然话，迄个问题就是实在毋是这样的啊是安尼，所以讲咱这个话本嘛是，这个话时阵嘛，咱自私啦，要批评别人言语啦，该政府避困难的，宽恕。
啊，阮有别人困难，咱免陪别人可以，要改进咱自己做困难，咱行事的心，咱看见咧，咱就去陪别人，咱若安尼办事，这改做困难，若这样变咯，咱拢希望讲别人会当谅解。要怨别人做困难，这是咱每一个人个心态是讲安尼啦。看见人做对错，咱就陪伊安怎。安尼啦，咱做唔对，咱就是有迄个同理心。无法咱自做。所以咧，是讲心软的，即用不的这个肯定所以呢，报无可见咯咱若心有自阮的时阵，咱就用下别人这个肯定。咱做咱自专咱这个自阮心软阮呢，就是用不下别人这个肯定，咱这个放心，咱就听这个。会听这个话啦，你讲咱唔对，咱个皮毛就起来。咱若做事要当面讲，有时咱当面去这个事情，咱第一个反正咱传播，做唔对事，第一件事，遭遇难杀。袂讲是对啦，你真正讲是讲答案啦，这是爱过去。你讲咱有勇气，就是这个面子搭不下来，这是咱这个必定。自专的听这个规则对啦，咱自专是，咱要讲，咱就要听得对，新冠自专拢听得对，所以呢。文简而走，咱咧讲的是，咱见小当上进，见小当上进，所以是这讲有格不低无形会不改会一样，低语不会扬一样，舍己扬一样，消一样。咱有个因为咱若是有烦恼过着，毋知影，咱就是无起来啦，因为咱毋知影若别人讲的时候，咱就袂接受啦，尾咱知影有烦恼这个过着啦，咱毋感觉咱毋对，咱看不起嘛，但是改变过来。咱就是必然啦，咱若是知影犯错，也是无理会，咱就是当然啦，有过着一个安好，就是消息啦，所以呢，过着必是家己是对要去改熟悉这个尤其咱伫这个世间，什么人都办得做，什么都可能咱的理性跟咱若当做咱这个光可以就是咱活动的这个高下再来是杜绝的这个关系线。不义不义，失其道。就是讲这个祖人若是生囝，做咧囝后就失其道啦。这个老母
生囝生囡仔了，是不爱去教育，便生了做好这事情啊。所以每一年修道者来讲，咱大人来求道，但是咱无了解宣传，那么行道是不是拢共款？所以来看，咱一当大话题，但是来听道理的又搁有问题。咱若是讲，迄个10个来求道，100个来求道，有10个，安尼就袂歹啊。但是看法都无。咱即摆大一单，嘛讲大是100、200外，但是咱4个来参拜，看遐济，无啦。因为这嘛毋是讲有时咱无去遐讲，咱有遐讲有时伊的信心就建立。代了，伊信心是的。搁有就是讲听了后，咱入班了后，但是咱无时常去来接触，伊迄个信心缺失就对唔出来。尤其互我想讲互我自己，较早的时阵，早期来听道理，感觉袂歹啊，但是听着久了，互我自己还慢慢的讲这道理我听过来。首先，咱的道理是大同小异，拢听过了，但是你就感觉讲无迄个新鲜感。但咱听道理，单是听尔，咱无去行啊，咱无去做啊，咱无去做人所以咱无体悟啊，咱无体悟，所以咱就无信心。无信心，咱就无迄个动力。所以讲这道上，咱是爱定爱会当互伊当你道理当变，互伊当来解释上动修，有时这嘛是真侪啦。虽然讲是因伊所定的，搁人的意义嘛有法度，爱搁讲无出来，嘛会有啦。像较早的时听了的时候，敢若等于说听者久了讲无出来。人来这个是讲我无用，其实有用嘛，我无用嘛，因为你就唔出来，你得找理由来搪塞，所以咱就爱互相鼓励，爱互相鼓励，尤其当然啦，为了健身，咱是训练会参考，这个讲健身咱会想要迄个。下面来，就像人多迄个张无忌，是啊，大来迄个因爸爸找人讲要来求道，因为昨天安尼时阵是外国，咱讲后时人啦，伫外国就爱找钱嘛，伊来求道了有信心，有去接触，伊自然有信心就爱接。这点就是带入大家这个关心。咱实质来讲，咱有3本保利规划，保利规定是保利规代小地小，所以咱真个是用啥？就是要强调，咱是需要在当中咱对道理讲解，咱若无来互人启发，咱对道理就毋知影，咱你看会行咱就无答，咱就无自家你答他。这是无可能，咱有自家了，咱有法度答答。那么后代不当就是讲不当就是咱的强点所，咱无这个是就爱互人强调，所以我们解决咱人生问题，解决所咱问题来讲。
着的代志，咱我当然咱来讲互老师听，求伊自卑所以我们就是咱的迄个做不等，就是天主就对啦，就是使咱到即个所在咱人呢就是爱思想，相信真理互我相信真代啦，代志变化为之成但是呢，虽然咱无经过消化，也是无办法度过就是讲咱听着了办了，无经过消，咱就是无去行，咱的体质也是困难。咱就是听了，知影有去做，咱有体质，咱有信心咱有信心再来呢，迄个第三点，咱来讲如何反省。如何反省等于即个政府做的即个模，即三性模式，为人模是不忠伊朋友交不信不信因为政府做呢，伊就是讲每年呢，以三项代志来咧做伊自己的反省。第一点就是为人模是不忠咱伫公司咧上班对头家。那么，这我嘛来讲一个故事较早有一个早餐伫这个公司咧上班伊是拢安尼上班时伊拢袂记做足久做一两单拢袂记着头家这个同事伊就对伊这个朋友咧抱讲这个头家拢袂是伊这个朋友，你内面的这个，你去遐是两单但是你对内面的这个经营这项目你敢怎样？伊讲袂袂，你既然对这个头家这个来听，你才用正好的学习较好的你唔做，较早伊本来讲伊本来朋友互我了，伊讲伊上爱做，但是朋友讲，你来遮免做单了后，但你人拢袂晓，你要遐记着头家这信任，你何不用来遮做你学习的场所，你学落拢会，安尼来较早，爱咱唔做，所以伊上天爱骂你的，所以伊就其他年朋友伊对食落去的工课谈拢学落拢会上基本即个英语的手语也拢会晓安尼我经过了一单了，伊个拄着条件，伊朋友就来问你学了安怎拢会晓袂？拢会，拢差不多安尼，即摆
即摆头尾吼，各下大师对我足好呢。你朋友来讲，当然啊，你来这个公司，你担当着遐，头家较个薪资后，遐就来重要，感谢你即摆拢做遐，当然头家就来加薪啦。所以咱去公司咧上班，拢就是讲，你去担当就来大个，你干好个代志，你遮无大，去别个，你干好代志，你会晓啦。你讲地产，你遮好好，直接对直接头家较有可能互你是悬个薪水，无可能啦，咱想咧，比甲咱做头家，咱较安尼，嘛无可能啦，所以这个原因是不重要。咱伫职场上，练手一定要对头家要尽力而为，以朋友交不是，你甲朋友的交的是，你有无公信哦？有公信。这是个时喏，我跟人家讲，传不是老师传是快咧，而且是咱有时时要学习个，咱即摆讲这个是，华人讲的讲心理的员工，叫做调用一切事情囡仔，一切是认真对这个源头，一切帮助领导。就是爱看你信心，要一切事情，一切事情，这个领导来讲，看你对他有信心无？所以世间有三种人，十种不同原因而增进信心。第一点，因家己本身的信心。咱世间呢有三种人，六种无同的这认真的这个信心。第一，就是因家己认真的坚持的这信心，也就是虚假啦。比如讲，咱即摆已经见着了这个东西，发现咱现在讲是赚钱啦，已经伫迄个我即摆这嘛是讲一个故事啊，这代志发生在这个新加坡啦，迄个2000，迄个年的这个10月份，这个变化，有一年这2000的一个李一帆啊，伊先生呢叫做杨清国啦，伊离我迄阵辛苦，养的当兵呢，迄时呢专业的病救倒啦，但是因先生的这个双胞胎这个小弟呢，杨清基呢，甲弟父仔呢何孝呢，确实非常尽心的这个关注啦，就是安尼呢，伊才会当记住啦。这个地方呢，伊甲个先生呢，杨清国呢，在印尼呢，当地呢是有财有势、有名望的人啊。每日过着是富裕的这个生活啦。当然有自然过着伊过救到的是安尼遐方面啊。所以有一日呢，这个李一帆呢，伊有叫伊往上一般的这个这个生活啦，叫伊这个水用员呢，帮伊呢除夜按摩对啦。但按摩了呢，伊专心呢做这个了烟灰啦，烟灰是专心用烟灰对啦。那个
伊呢非常即个惊吓，伊去病院检查，一定是这癌细胞呢，就是血癌的癌细胞已经降到剩7万5千的这单位，医生的报告伊是血癌的第三型对啦。伊呢本来就想要到这个大陆去治病但是因为要签证，而且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就转到新加坡这个病院去伊就到新加坡去就医啦。在新加坡做检查时，伊伫遐已经降到成3万5千这单位，也是血癌的第5型随时有细菌有这个流量即种大的这变化对伊来讲呢，当然非常这个大，基本的我都接受啦。但是呢，这个医疗方面，伊先生这个上后台的这小弟呢，听消息了伊呢变成这个我到伫遮我后转着边看着人真艰苦安尼恁坐下安尼所以伊就摕个小弟因这个小弟听着这个消息了伊就找一个检验师，检验师主伊，伊就对，但是呢，因为迄个我把这话说讲袂出来，对啊，因为伊小弟伊是迄个有血糖，搁有心卡咧承受。感动的。所以对，